真侪专家拢建议讲，莫食伤过甜，安尼较袂大苦，因为即马规世界人口加减拢有大苦的问题。过去研究拢认为讲，都市地区的人生活较好过，大苦的人特别多。也毋过，咱台湾辅仁大学研究团队发觉讲，开发中的国家庄卡所在，咱人身体质量数字嘛会愈来愈悬，这就是大苦的原因。因为庄卡所在经济慢慢啊伫咧发展，靠钱通好买东买西，买物件嘛拢是加工食品，啊若出门拢坐车，较无运动的惯势，就较会大苦。这个研究互人看伫咧国际一页一个期刊。另外，调查嘛发觉，查某人过去33年来 BMI 数字增加的比例比查甫搁较悬。现代人食物件习惯改变，较爱食甜的、咸的、较甜的，互全世界大苦的人愈来愈多。过去研究大部分拢认为，都市的生活较好过，是互大苦的人变多主要的原因。不过，即马辅仁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其实庄卡所在才是大苦的关键。大庄卡的人身体质量指数的增加，就占55%。研究搁刊去咧国际期刊顶的。分析了22个国家33年的资料，肥胖的流行的主因不像以前的了解，是因为富裕国家营养过剩造成的，现在反而是由于营养不均。研究发现，开发中的国家较庄卡的所在，赚较侪钱，变价较高开，毋过买的物件大部分拢是加工食品，加上生活水准变好，出门毋是赛车，无就是骑车，较罕的行路。因为经济发展，生活变价较好过，毋过煞无大都市的人的健康较好的观念，变做大苦主要的原因，颠覆了以前我们对于肥胖造成原因的一个看法。这个也会对于世界卫生组织所研拟的肥胖的防治策略会有一些重新的思考。全世界大苦的原因，甲庄卡所在经济变好有关系。研究的结果提供新的观点，未来针对大苦相关的问题，嘛，佫会当提出解决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